台中港按算要填海造地65公顷，提供离化风电设厂。这7月初才举办动土典礼，不过今仔日台中海线渔民就出来批评，讲台中港务分公司进前拢无开说明会来沟通，侵害到因掠鱼权益。即马有120只渔船出海抗议。120只渔船做伙求报条抗议，超过200个台中海线渔民同齐出海表达强烈的不满，因为台中港务分公司打算要伫台中港填海造地65公顷，提供予离化风电产业设厂。渔民认为政府扩大港区的范围，却无召开说明会沟通，佮威胁渔船讲若无设置驶入靠港的拍定区，就要罚10万到50万，违反第2届，佮要没收渔业执照。渔民批评这袂属实的事实戒严。你即摆敢一张广告？等去，你就讲哦，安尼成案啦，阮就无用伫遐作业啊，比경费搁경费嘛，这个跟强取豪夺有什么差别嘛？没有补偿给旧的渔民，你嘛幸运就好啦，我们礼拜投海啦，我跟你要那个钱都没去加啦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这个月初6才出席台中港吞吐区新建爆花工程的动土典礼，不过渔民主张这是法定近海沙里掠鱼的范围，政府大主大意画地占用是侵害权益。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，自1973年建港到今，已经完成6件渔业补偿，这个填海造地范围都伫港区内底，早就完成补偿啊，一切都符合规定。台中港目前在执行的填土造地，是在台中港区的范围内，也是在渔业补偿完成的区域范围内，并没有发生所谓影响渔民权益的事情。那至于港区内的投资，也是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。渔会要求台中港务分公司主动招渔民协商，达成共识了后，才会当动工。渔会无排除会搁再出旁抗议。那台中港务分公司强调讲，今年到大已经拜访渔会7届啊，因呼吁渔民唔通影响航行安全，要用理性表达诉求。记者杨敏峰、平焕群台中报道。